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霸財。今日同大家介紹2208金風科技呢個股票。咁近日國金證券咧又指出，隨住國內嘅風電發展邏輯咧由成本驅動轉變為由價值驅動。咁該行咧睇好風電整機行業嘅一個格局咧，加速向產品可靠性嘅優勢突出，能夠為客戶提供增量價值嘅供應商集中。咁而家咧重點可以關注當前估值尚屬處於低位，同時咧後續有望明確受益於格局持續改善以及盈利彈性持續釋放嘅頭部企業，包括金風科技在內。咁我哋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嘅霸財指標睇一睇點樣去發掘金風科技當中嘅一啲重要嘅投資交易嘅機會。咁首先啦，我哋可以見到呢個位置三線出擊指標咧升穿咗50線 ，QS 線升穿咗50，發出咗一個股票進入強勢嘅一個信號。後續莊家抬轎指標亦都由無莊控盤轉做咗有莊控盤，發出買入信號。跟住咧，我哋嘅雙手指標亦都由藍帶嘅空頭趨勢轉為黃帶嘅多頭趨勢，發出咗買入信號。咁後續金風科技咧亦都係迎嚟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反彈嘅行情。